继续来看台南市政府鼓励渔民，把海上的废弃物来回收，特别规划到海洋废弃物的放置区。目前安平甲将军渔港已经设置完成，今年阁会增设3个渔港，要请渔民做伙来守护大海的环境。 海洋废弃物的问题一直拢是全世界关心的议题之一。台湾即马嘛伫中央向海致敬的政策之下，推出处理方式，真鼓励渔民回收海洋的废弃物。毋过因为即马这废弃物无统一管理的所在，台南市渔港管理所嘛伫渔港规划一个废弃物的暂置区，要来做管理。大家在海上活动希望看到垃圾就把它捡回来，能够改善我们海洋的污染。 目前，这个暂置区的计划已经完成安平和将军2个渔港，按算伫今年完成其他3个渔港的设置。农业局嘛提醒民众，这个海洋废弃物的暂置区，无收家庭粪扫和事业废弃物，嘛鼓励渔民来参加回收海洋的废弃物，共同来守护大海。